即碟我要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圣经马可福音第4章35到41节。马可福音第4章35到41节。现代中文译本63页，台语汉字版43页。伫新约的所在，马可福音第4章35到41节。现代中文译本63页，台语汉字版43页。当迄日暗时，耶稣对学生讲：“咱渡过即个湖，到对岸去。”所以因就离开群众。耶稣已经伫船顶咧等待，学生一上船就带伊离开。另外，还有别个船甲因去。37节，湖顶忽然起大风，海涌冲击，涌破入去小船，直到船伫要满。当时耶稣伫船尾，倒伫枕头伫困。学生叫醒伊讲：“先生，阮要死啦！你无要紧吗？”耶稣起来命令风静落来，搁反复涌，停止，风就停止，湖面就平静落来。伊就对学生讲：“为什么无胆？恁还袂有信心吗？”因就非常着惊，三甲讲：“即个人是啥物人？连风甲涌也听叹伊。”以上愿上帝祝福，定定读伊的话，搁照伊的话去行的人。今仔日，咱的蔡主任牧师要甲咱传讲耶稣的新约第3讲，平静风涌，请大家恭敬来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咱感谢上帝，互咱来到伊的面前，透过伊的话，咱要得到自由，得到透放。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阮知你的话是宝贵，是有能力，会当更新改变阮的生命。所以主，阮要静静听候你的话。我也恳求主，你帮助阮，帮助阮陪伴阮的心。当你的话进入阮的心的时，阮就欢喜领受，而且透过你的话来改变阮的生命。所以这时阮要领受，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今日要来看主耶稣基督所行其中的一个新约，就是平静风涌的新约。咱每一人拢渴望会当得到平安，但是真不幸，咱是活踮伫一个互咱充满惊吓的世代。全世界各国拢咧，全世界各地拢咧反对恐怖，但是咱知真侪惊吓恐怖，犹原常常咧攻击咱的心。伫即个世代，你惊啥物货？啥货是你上惊的代志？有一个学者，叫做 Lawkins， 伊捌写一本册叫做《你生命中间的惊吓》，伊有摕着130几种咱人生中间惊吓的项目。但总是咱知影，如果若心中无平安，所有人拢无所不惊。有的人真惊别人，真惊面对某一寡人；有的人真惊面对某一寡代志；有的人惊家纸、惊鸟鼠；有的人惊鬼；有的人惊破病、惊注射、惊食药啊，
有的人惊死，有的人惊亲人。前一阵我看电视有咧访问一个细汉囡仔，一个学生囡仔，讲恁厝内底上界危险的是啥物货？伊讲是妈妈。有的人惊先生，有的人惊某，有头路的惊去上班，无头路的惊无钱通趁。无钱的人惊无钱，有钱的人嘛惊无钱。有真侪人惊去互气杀，员工惊去互头家气杀，头家惊去互经纪气杀，太太惊去互丈夫气杀，丈夫惊去互太太气杀，囡仔惊去互爸母气杀，老大人惊去互囡仔气杀。有人惊暴力，但是偏偏咧有真侪家庭有暴力，学校有暴力，社会有暴力，国际嘛充满暴力。伫暴力的下面，惊吓蔓延每一个人的心，马死也会造成惊吓，找袂到头路，找袂到生活的重心，找袂到生命意义，找袂到疼，甚至找袂到活落去的理由。有真侪人因为生命中间的无确定性来艰苦，来惊吓。有真侪人真心爱的物件惊失去，真心爱的人惊失去。咱真侪人每一天拢活踮伫惊吓中间，所以伫即个世代中间，啥物会造成你的惊吓？你惊啥物？如果心中若无平安，无所不惊。但是感谢上帝，互咱伫教会中间会当得到帮助，咱伫教会中间会当得到正确的信仰，咱伫教会中间会当对上帝话中间得到勇气，互咱活踮伫一个惊吓的世代中间，永远有平安的心。咱今日所看的即个经文，是咧描述耶稣甲门徒因伫海面顶面拄到一个真大的风涌。门徒面对真大的惊吓，但是耶稣用超自然的能力平静这个风涌。这段经文对咱来讲有真深的属灵的意义，咱来好好来学习。咱详细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中间一开始耶稣安尼讲，耶稣讲，咱过来去迄边花华语叫做我们渡到那边去吧。就讲，请咱将船对这边花驶去另外迄边花。所以咱会通明白，真明显，这一遍的遭遇是耶稣基督所安排，是耶稣要互伊门徒经历这个事件，因为耶稣特别要互因经历因生命中间迄个惊吓，这是一个训练课程。因为伫惊吓中间，如果若明白耶稣的观念，这个门徒才会当得到真正的平安。所以耶稣特别安排这个野外的教学的课程，要互这个伊的门徒掌握对惊吓到平安的一个秘诀。咱来明白，一般犹太人因真无爱海也是水，因为因的祖先是这游牧民族，而且咱知影因的历史顶面，因出埃及的时阵，一出埃及一开始就去拄到一个真大的困难，是啥物货？红海嘛。所以因对这个神秘的海，伊讲真深的水因有真侪的想象甲惊吓。犹太人伊认为讲，这个海也是水，是魔鬼因稳状的所在。因认为人生的苦难是对海面出来遐魔鬼所带来，所以咱会当对这个启示录中间启示录咧描述这个新天新地来临的时阵，用海嘛消息来象征讲，咱人永远无搁再有苦难。所以咱明白讲，犹太人对迄个深的水，还讲深的海，有真侪的迄个惊吓。伊感觉迄是真神秘，是魔鬼稳重的所在。而且圣经同咱讲，
这事件是发生伫暗时。加利利海是一个变化无常的一个海，一个湖啦吼。虽然这彼得安德烈因是真老练的掠鱼的人，但是今仔所拄着这个风险是可能因进前毋捌拄着，因对着这个无法度解决的困难，所以耶稣特别安排这个课程，互因去体验因前所毋捌经验的这个震撼教育，互因知影伫这个惊吓中间，恁爱安怎备万心，才会当得到真实的平安。亲爱兄弟姊妹，伫咱的人生的过程中间有时上帝嘛会互咱一个真特别的呼召，伊会叫咱渡过迄边岸，互咱对即个岸到迄个岸，爱经历一个海洋。咱人生可能有时阵会去一个未知的环境迈进，但是咱可能面对即个无法度掌握的未知的时阵，咱毋知影咱后一步是要安怎行的时阵，即个时刻，咱爱去思考，伫生命中间，因为即款的经历，要互咱体验上帝恩典拿钱，要互咱的生命更较丰富。因为生命若要更较成熟，有时阵需要一寡冒险。上帝借着即款的呼召来扩大咱的灵性。亲像咱伫圣经中间有看见着，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爱离开伊的本族本家嘛。本族本家是啥物意思？是我会当挖靠的所在。但是，就是咱一般人咧讲的舒适圈嘛。我伫遮有真侪亲戚朋友会当我斗相共，但总是上帝要提升亚伯拉罕的性命，互万民因为伊来得到福气。所以呼召伊去到一个未知的环境中间，要互伊领受应允的祝福。所以有时阵，咱知上帝互咱面临着无共款的境遇，咱有时阵必须要冒险，有时阵爱有牺牲。咱伫即个冒险甲牺牲的中间，会当去体验着上帝要互咱额外的恩典。咱检查毋知后一步要安怎行，但是如果真正是上帝呼召，咱就勇敢向前去，因为这是提升咱生命改变的开始。咱继续来看这段经文，咱看见着，当耶稣呼召因去到迄边岸的时阵，因嘛顺服耶稣的命令，结果突然间起大风，硬拨入船内，船煞互水淹甲要满。这时阵，阮都拄着即款的危险，即款的危险是真大的风险啊！咱知影这风险大到连即个老练的掠鱼的这彼得因，拢感觉真惊吓。有时阵咱嘛亲像彼得同款，突然间拄着即个意料之外的代志，每一项拢会感觉惊吓嘛。因为这代志咱无法度掌握，但是咱来明白一点：如果你若愈惊吓你的心就愈乱。你的心若愈乱，就带来更较大的危机啊！咱来明白，生命确实是无常，毋是每一件代志咱拢会当掌握。虽然咱每一项拢会当做计划，但是咱明白，有时计划无法度应付迄个变化。咱面对即款的变化，首先咱就毋通互咱的心中有惊吓，但是偏偏咱拢会感觉惊吓。这时阵咱看见着。当彼得甲即阵坐伫船顶的人拄着即款的危机的时阵，咱看见着耶稣在做啥物货？圣经中间记载讲，耶稣即个时阵伫船尾顶面，靠着枕头在困。咱有时有想讲，圣经较会安尼记载，讲即个遐尼危机的时刻，耶稣竟然阁困下去，伫遮尼要紧的时阵耶稣竟然安遐尼快活伫遐咧枕头咧困表示讲困了真安歇安尼。有的圣经学者讲耶稣讲到了伤忝所以即摆困甲毋知影人其实你毋通若准讲到袂忝
我若讲到了，下晡拢爱咧困吼。啊，有个人讲耶稣因为心中充满平安嘛，所以困了真安稳。但是这当然拢是可能，但是牧师拄则有讲过，我认为讲这是耶稣特别安排课程嘛。所以耶稣这个时阵伫遐安稳咧困这嘛是这段信心课程的一部分啦。有时阵咱伫咱人生中间上艰苦的时阵，咱大声祈祷，迫切祈求，但是有时阵咱感觉讲上帝开突然间无声无息，耶稣好亲像困去。我毋知大家有即款的经验。生命中间，你感觉上介痛苦的时阵，你感觉讲，为什么我遐尼大声祈求？我嘛是凭信心咧祈求，可是上帝无声无息。为什么会拄到即款的问题？即款的代志？为什么咱会有即款的经验？咱继续来看即段经文所记述。咱来思考一个问题：到底是啥物人互耶稣困去？咱知即群门徒大多数拢是真老练的渔民。这海面上的这工作环境，这是因食饭的所在嘛。所以当耶稣爱因将船驶过另外迄边岸的时阵，这个时刻因可能因感觉因的眼中看耶稣不过是一个做梦的，所以因就放心互耶稣去困。因想讲这是我的专业嘛，驶船伫海面顶面驶船，这是我的专业。耶稣你是做梦的，你去困袂要紧，交互我。咱的生命中间就常常会安尼啦。有时阵咱拢会安怎过头自信嘛。咱就感觉讲我这个时阵就靠我家己就好，我家己做主就好。耶稣你先去困，莫来干涉我。有时阵咱会安尼嘛。咱会互耶稣困去，咱过头的自信、过分的骄傲，互咱离开上帝保守。感谢上帝是时时刻甲咱同在，因为咱的无警醒，所以咱体会袂到上帝甲咱的同在。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有时阵咱伫困境中间，咱埋怨耶稣无回应咱的祈求，实上是咱稳准耶稣困去，是咱互耶稣去困。咱来明白安尼，咱来会记住，无论是顺境也是逆境，无论即件代志你是毋捌做过，或者是你做起来真顺手。人讲，毋管你是一窍不通，还是讲得心应手，你拢爱邀请耶稣来甲咱的中间帮助咱，拢需要上帝来带领咱头前的路。我担任牧者已经超过20档。但是每一遍的讲台服侍，我拢是用极其严肃的态度来服侍，因为我嘛有迄款的经验。我感觉真有自信的时阵，就是我失败开始。所以每一遍徛伫讲台顶，我拢是用摇摇出的态度去服侍、去准备。希望上帝使用我来成做兄弟姊妹的帮助。无论即件代志是你偌尔专业，拢邀请耶稣进入咱的生命中间来掌管。咱看见着即群门徒，因去体验着讲，虽然这是我的专业，我食饭的所在，但是我原来我是遐尼软弱，所以因为惊吓，搁一遍看见着家己的软弱，所以因学习检采是家己上界有把握的代志，也应该爱倚靠上帝。因耶稣来救援。这时阵，因对耶稣讲，因叫醒耶稣讲：“先生啊，我要无命，你敢无要紧吗？”所以耶稣就起来，耶稣就请，就责备遐个风海讲，停去平静吧。耶稣一个讲，伊个话语有气力，所以风就平静，应就就止掉。耶稣回头对因讲：“恁为什么无答？恁减无信心嘛？”有诶翻译圣经诶所在，有诶翻译圣经翻译做讲，因诶信心伫倒落。即句话真有趣味啦。
恁的信心是搭落是恁的信心原本就是伫家己身躯顶嘛，我对家己自信嘛。你的信心爱转移你信心的方向，来倚靠上帝。所以耶稣对因讲，拄着惊吓，要得到平安，有一件真重要的代志，就是爱有信心。对上帝爱有信心，不是对家己爱有信心，是对上帝爱有信心。对上帝有信心，咱就会当克服未知的对未知的惊吓，来赢取更新的生命。所以牧师下面要甲大家分享4项真重要信心的功课，咱做伙来学习。第一项，咱来明白信心就是更加明白上帝。这点非常重要，就是讲信心甲咱对上帝明白的这少有关系。因为信心就是相信加上倚靠，这叫做对上帝的信靠，对上帝的信心。咱若要信任一个人，咱若初初甲伊明白，对真青分。咱毋知讲这个人敢值得，敢有守信用，敢值得咱信靠伊。咱当然袂马上信任伊嘛。但是当咱甲伊交陪，对咱的经验中，敢发觉讲，每一遍我交代伊的代志，伊拢有办了真好势。每一遍伊讲的话，伊做的代志，拢有照信用安尼做，安尼讲。所以咱就渐渐甲伊交陪拿深，明白伊拿深了，咱就相信伊是一个当交代的人。咱就会有时阵有代志就当拜托伊嘛，就当委托伊。这是因为咱对伊有明白，若咱明白这个人，这个人就无信用的，所以咱知影这个人袂当信靠。相对咱对上帝的信仰嘛是相款。咱对上帝明白拿深，咱就明白上帝本身是主爱，是信实，而且是全能的上帝。咱若对上帝明白拿深，咱就会当拿信靠伊，而且咱就明白讲，咱要安怎对伊求，咱才会当得到。因为常常有人误解一句话，耶稣捌安尼讲只要有信心，恁伫基督中所求的一切拢会得到。真侪人误解一句话，拢将迄个焦点放伫后壁面，讲恁伫基督中间所求的一切拢会得到。所以有个人感觉讲我若祈祷，我若无得到，就表示我无信心，甚至用安尼去人骂啦。讲你咧祈祷遐久无得到，就是你无信心啦。这其实是误解一句话，因为信心是甲明白上帝有关系。因为咱知影，如果你若，比如讲你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你对伊有信心。因为你交代伊的代志，伊拢会晓办了真好势。但是咱当时因为明白伊，咱知影这个朋友有一寡原则。比如讲，举一个，这个朋友伊犯法的代志伊无要做。所以咱如果虽然咱交代伊的代志伊拢会完成，但是咱若交代伊做犯法，还是做伊无欢喜的代志，伊就袂做。这是伊的原则。因为你明白伊有够深。所以你对伊有信心的缘故，就是讲，我若交代伊做无犯法的代志，伊会完成。因为安尼，咱对伊有信心。相反，咱对上帝嘛是安尼。咱来明白上帝到底是什么是上帝所欢喜，什么是上帝所无欢喜的代志。咱将上帝所欢喜的交代伫上帝的手中，上帝应允会成就。咱将上帝无欢喜的代志，佮要求上帝来成就，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嘛。所以信心是甲对上帝明白有关系。特别咱若求上帝所无欢喜的代志，这就是安怎？这就是南三求啦。因为恁南三求，凊彩黑白求，至到所求的得袂到嘛。所以信心是建立伫正确明白上帝的基础顶面。要来更加深去明白上帝，就是对听上帝的话来嘛。圣经中间讲，信是对听来，听是对基督的话语来。所以这对咱讲咱若要明白上帝互咱的应允，照上帝的心意去祈求，咱就爱读上帝的话啦。
读上帝话，咱你明白上帝什么是上帝欢喜的，你就照安尼去祈求，上帝就照伊应允赏赐互咱。这是第一点，咱来明白。第二项，信心是相信上帝有应允的代志。因为圣经所描述的上帝是一个信息的上帝，上帝袂讲白贼，所以伊应允的代志，伊的确成就。特别是当咱拄着人生的困境，咱来明白，耶稣基督捌应允讲：恁伫我内面有平安，伫世上恁有苦难，但是恁通放心，因为我已经赢了这世间。意思是讲，主耶稣基督无应允讲咱世间拢平顺的哦，伊是对咱讲：伫世上你有苦难，但是伫我的内面有平安。恁通放心，我已经赢过这世间。亲像拄则南城合唱团所讲的，因吟的是我讲替我拍破石盘身，互我会当美伫你内面。当咱美伫耶稣基督的内面，有遐尼大的风影，拢会当去面对，咱拢能得到保守。伫世间咱有苦难，但总是主耶稣基督内面咱有平安。这是上帝予咱的应允。第三项，咱来明白，伫咱上界深沉的苦痛中间，上帝依然甲咱同在。咱看记着耶稣基督对咱讲：我求天父，天父就另外赏赐恁一个保惠师，就是圣神，互伊永远甲恁同在。我无放落恁做孤儿，我的确搁长爱恁遮。所以咱来明白，耶稣基督无放咱做孤儿啊！伊上帝有应允一个保惠师，圣神来保守咱。伫咱上界深沉的苦痛，伫咱拄着上界困难的难关的时阵，上帝甲咱同受苦。伫咱的苦难中间，咱会当去体验着上帝伫边仔咧保守咱，伊永远甲咱伫地。当咱要跋倒的时阵，伊就伫边仔扶。因为咱明白，咱每一个人拢有骑脚踏车的经验，对无？你学脚踏车，就是爱找一个长辈有时你的老爸咧伫后壁咧教你。即个咧教你的人，拢会叫你伫头前徛，对无？伊会甲你车扶咧。然后伊若手无放弃吼，你永远都学袂晓啦。所以伊会甲手放弃，但是伊会伫后壁对你走。甲你讲，当你要跋倒的时阵，伊马上会甲你扶起来。咱就是安尼才会晓骑脚踏车。所以你要明白，就是当你要跋倒的时阵，天父上帝就是伫你的身躯边会甲你扶持，因为这是伊清清楚楚应允咱。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无论你经历什么款的苦难，你面前有真大的挑战。但是你一定要确信，听咱的天父上帝，伊就伫苦难中间怀抱咱、保护咱。你要专心投靠伊啊！伊毋敢若甲咱同在哦。主耶稣基督，伊是全能的上帝。咱看见伊会当平静风涌，伊伫咱的苦难中间，毋敢甲咱同在。伊也是一个完全掌权的上帝，伊是主爱听咱的天父，伊是大能者，所以咱来放心将咱的困难交伫伊的手中，因为伫伊内面，咱会得到十足的平安。咱相信，伫伊权能的手会引出来面，咱会当经历这款的平安，咱的生命也因为安尼得到提升。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今仔对这个耶稣基督平静风涌的生涯中间，咱去体验着信心是来自你甲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当你若认捌主耶稣基督，你深信伊的应允，你生命中间拥有主耶稣基督，你明白伫任何时刻，伊拢甲你同在，伊拢掌权。你投靠伊，你就能得到伊的同在甲伊的保守。
咱不断有上帝话语的帮助甲鼓励。如果你对上帝的信心是坚定不移，咱就当得到迄个极深的平安，是超过即世间所有人甲物件会当赏赐互咱。伫今仔即段经文中间，也对咱双连教会有特别的提醒。伫圣经中间，船是上天教会，伊对咱的提醒是，咱伫即个混乱、充满惊吓的世代，咱的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爱成做一个活我的见证。上界好的见证，毋是你真平顺，一切拢顺利，叫做好的见证。上界好的见证是咱拄着困难的时阵的态度，会当成做真侪人羡慕上帝、羡慕耶稣，会将吸引咱。当咱拄着困难、咱拄着难关的时阵，咱靠着主所赏赐的平安超越的时阵，这是对别人上界大的见证甲鼓励。即款的力量会当吸引侪人挖像即只船。愿上帝亲自使用咱来荣光伊的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感谢阮明白阮生活伫一个无常、充满惊吓的世代，但是主伫你内面有平安。阮明白，当阮投靠你，阮就得到你的同在甲保守，也透过阮伫即个拄着苦难、拄着风险的态度，阮要来荣光你，来为你做见证。求主帮助阮，互阮伫即个世代中间，透过阮生命的见证，吸引侪人来到你的面前。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